国宝级的庙是彩绘大师潘岳雄，伫咧全世界、伫咧全台湾各地真侪庙宇，拢会当看到伊的作品。高雄文化国中就今年邀请潘岳雄教这学生囡仔画蒙神的技巧，去结合陪教戏的社团，演出这蒙神的故事，互即个囡仔会当更较了解台湾的文化。 国宝级的彩绘大师潘岳雄摕笔甲尺豆豆画出花师。文化国中今年的艺文课程邀请潘岳雄向学生小解台湾庙宇的蒙神文化。潘老师画蒙神果，互囡仔发挥创意，画出家己心目中的蒙神。我着画，我常常去看野球的 logo。 这间学校特别把蒙神故事用陪教戏演出来。这出戏是为斩龙王的故事改编的，学生佮加一寡趣味的台词。大概观众是看甲笑嗨嗨。陪教戏的翁仔是因利用疫情期间假班回收再利用做的。因为我家己对陪教戏这物件较有兴趣。画是画啦，哪会当动是佮如何啊？学校拄好有即个梅子老师出来皮影戏，我就想讲，敢会使用这种方向啊来甲发展皮影戏安尼。潘岳雄老师今年已经81岁啊，是台南彩绘师世家第3代，伊画蒙神超过40年，画过庙事是为台湾头到台湾尾，上无有700外斤。老师表示讲，画蒙神上困难的就是目睭甲喙手爱画甲出神。最困难的是迄个目睭啦，迄个面啦，甲喙手，这部分要画较歹画尔啦。剩下拢无啥物啦。尾啊，潘老师画火狮送互文化国中，因为火狮是做赢万年贵的传统，学校毋望传统的蒙神艺术会当流传，也互学生通了解蒙神的水是属于台湾的艺术。记者张一辉、顾昭勇高雄报道。